點解有啲小朋友控制欲特別高？嗱，佢哋好多時都係品學兼優，成績固然之好啦。有啲可能係班入邊嘅班長喎，但係同佢相處，硬係覺得佢好多嘢好似好想控制。外表睇嚟，佢哋真係喺學校好似高人一等咁樣。佢哋既識得安排自己時間温書，成績固然之好啦，亦都喺學校裏邊有好多貢獻喎。但係你哋有冇諗過，其實佢係一種權力尋求行為？呢啲學生好多時家長要求都特別高，佢哋好關注小朋友嘅學業成績，但係就缺乏一啲情感嘅交流。而呢啲小朋友其實係極度自卑，內心係好驚失敗，甚至乎成日產生恐懼，久而久之，甚至長大咗容易產生焦慮問題。佢哋嘅價值觀俾成績或者係成就綁架咗。換言之，喺佢哋嘅世界入邊，只有成績同埋成就達到一定要求，先至可以安心。嗱，試問呢啲小朋友點會生活得開心呢？我哋幫助佢其實唔係要懲罰佢控制嘅行為，反而要了解佢究竟擔心嘅地方或者恐懼嘅來源。想了解更多兒童心理學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